虽然许多人与传统市场和温体肉有关系，不过也多年来，台湾肉器市场又开始实现另一种现象，就是专门卖真空包装的冷藏肉器专卖店应开印多间，店内还不知道有酱有素食，同传统的猪肉摊全无共用，忙也受后生人的欢迎。不过，这种大品牌的肉器专卖店，仍是无标准规范。也使之到各大品牌之间品质所长这么大。那如果这一个呢？这个哈，就这一个，不然我就再帮你讲。行业店方看到别行规片的如是强势的食物，该熟悉的不摆，迄个唔系看到也唔大眼的肉品加斯表，食材困难想象，也系一看冷冻猪肉专卖店。其实现在的消费者，他们饮食安全还有吃的意识抬头了。其实他们不会再说用以前的传统方式来选择商品。那所以我们觉得，这个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可以发展的事业。洪玉山的阿 Q 听风潮替屏东县比学主委，看到阿 Q 辛辛苦苦学嘅安站地位主委，三买唔到好家私。2年前，洪玉山团结老公就想讲，喺台中市开一间店来卖猪肉，韩国抢卖去间阿 Q 学嘅主委。我们都只吃纯天然的一个食材，对，那包含我们的这个玉米啦、黄豆啦，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进口来，然后给猪吃。那我们也不用外面的这个饲料，然后比较健康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它会有一个猪肉该有的一个甘甜味。我们供应的就只有自家农场的肉品，所以我们不会说有那一种，就你这次买到的肉品跟下一次或者是跟上一次有差异性的产生。这个冷冻的肉品，它只要解冻之后，那它剪开就是可以直接做料理的。那我们1分半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翻面，然后就一样再把锅盖盖上就可以了。这条猪肉推平过后，唔是细个就做得直接落锅。落猪肉，师傅剪刀擦擦，腌地位胡椒盐，隔地位香菜，简单的调味就做得出作嘅。家庭主妇爱做热餐，唔是按飞机，要顾得到安全卫生。嗰所夜看肉品专卖店，就算较贵地位，每批养出一群老主顾。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吃猪肉，尤其是肉松啦、肉干、香肠，这都是我妈妈不准我吃的。那就是因为外面猪肉的来源不明，对，那所以说呢，我在自己有小孩子之后啊，我非常注意食材的选择，对，所以我选择了这边的肉品。台湾一下实行肉品爱从精品用嘅来卖，卖嘅猪肉係有品牌嘅。也看睇台北市新一期嘅肉品专卖店開業7年啦。條價呈現有係肉品上主題，而希望做出團上台業無共用嘅新氣象，去創立全新嘅品牌。做成貢丸啊、獅子頭啊、川丸子啊、蛋餃啊，做成這種等等蠻多的，像麵啊，都是上面的肉末啊，都是用我們每天當天剩下來的做成的再製。冷藏開嘅鮮肉期，不用等幾日吃嘅豬肉，腌菜研下偷自家家己嘅。你那片也给，你那个也给我。然后你再帮我切差不多这样。新式的豬肉店又衛生又安全，還做得清冷冷，只有人他嘅要求來切，該疏導人他嘅家己。所以我们自己挑，看你要中间还是头尾都 OK， 只要你高兴就好。因为一是冰箱的啊，然后它是有品质的，然后我们觉得比较放心，也不会说上菜市场有无，底下跑日頭啦。開店7年來，呈現有未看到台灣消費者的概念，整體慢慢改變當中。一開始他們也是不能接受啊。那時候還蠻慘淡的，你知道嗎？那是每天這樣子，大家都是走過去看一下，非常的驚訝，非常驚訝。然後有走過來，然後就說：“哎，老闆來一杯咖啡。”我說：“我賣豬肉，哪來咖啡啊？”到蠻長一段時間的哦，過了2年之後，大家才慢慢的敢走進來。
每國家新肉氣外邊品牌，台灣已經有20人嘅有品牌嘅豬肉，唔過冇標準規範，使至到各品牌嘅品質收藏櫃台。自己經營的，甚至連它的上中下游都是串成一串的。那一些也是自有品牌，那跟一些只是我批別人貨來的這一些，其實也可以成立品牌。那所以這個市場，目前它是一個大家重視，但是也是一個比較混亂的市場，是沒錯。對，因為它沒有所謂的制度跟法則來去做規範。美國他們賣牛排來台灣都要分一個什麼 Prime 啊、Choice 的，我覺得其實對台灣的養豬農來，應該也要給他們一個分級，相對他們可以得到更好的利潤，也可以養出更好的品質。那對他們來講也是一種保障，然後對我們來講也是一種保障啊。未来的話，我們也可以再去研究一個比較客觀的方式來去決定它的品質，比如說看它油化量。但是這個時候你就是必須像日本的和牛一樣，你必須把它切開，去看它的那一塊背椎腸肌橫切面，那切開去看那個油花量的多少。台灣一下豬肉品質無標準等級號召的來源，係講用一下最嚴格的 TAP 產銷比例來看。市場上每幾多就限無3%，因為得到產銷比例認證的項目廠唔多。再過來係上節做到嘅下節嘅屠宰場、分切場又講唔多。韓國產嘅係規模簡單，肉氣得到嘅產銷比例標準，買嘅家私又同一般嘅豬肉收藏無乜嘅。以我小廠來講的話，我本身之前有做產銷履歷認證，那遇到的問題就是說，我們台灣目前的那個有產銷履歷認證的屠宰場比較少，然後再來就是後面的分切廠，那整個後尾端的包括 QR code 條碼這一連串的這些問題，價格對可以講做履歷，以目前來講是完全是沒有效的這樣子。那我只是一個理想，說我今天我要做最好豬肉，要品質最好的，要最有風味的豬肉，也只有靠履歷這個塊招牌才有辦法。它真的是一條龍的一個的驗證啊！其實農民還有你整個要去整個垂直整合，不是那麼簡單。所以產銷履歷最重要就是說，產銷履歷啊，讓人家會覺得是說我做了，但是市場的接受度在哪裡？人流嘅現代化豬肉專賣店，一看可以有一看，也係台灣賣肉器方式嘅改變。不過係愛講到肉片嘅品質同等級，台灣豬肉產業嘅升級，更怕海外再個達標地位。